哈嘍，大家好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。相信喺香港搭過的士嘅朋友入面，唔少人都曾經遇到過唔太愉快嘅經歷。為咗改善業界形象，香港的士業議會於2024年發起咗的士禮貌運動，希望能夠扭轉大家對的士業嘅負面印象。不過，好多人將問題嘅根源歸咎於香港嘅的士牌照制度。香港嘅的士牌照市場一早已經唔再好似以前一樣簡單。喺過去，的士牌照供應有限，政府對牌照嘅發放已經停滯咗幾十年，導致的士牌成為一種高價嘅交易商品。曾經就有的士牌照價格高達700萬港元，呢種天價交易令牌照市場開始扭曲，並對行業產生咗深遠嘅影響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呢啲牌照嘅價格逐漸崩盤，造成好多投資者同業者嘅巨大損失。目前，香港全市約有18000架的士，而的士司機就有超過4萬名。呢種數字差異令業界嘅運營模式非常複雜。根據工作時間，香港的士分為3個班次：清晨6點到下午5點嘅早班，下午5點到清晨6點嘅夜班，以及全日工作嘅特班。每位司機會輪流提供服務，而的士對香港嘅交通系統嚟講係一個不可或缺嘅運輸工具。每日有超過8萬人次搭乘的士，喺大眾運輸中名列第4。香港的士分為3個主要類型：紅色市區的士、綠色新界的士同藍色大嶼山的士。市區的士嘅營運範圍最廣，主要來往港島、九龍、新界同大嶼山嘅部分地區，而新界同大嶼山的士就只服務自己嘅區域。咁嘅劃分係為咗確保郊區能夠享有更為經濟實惠嘅的士服務。喺香港，的士司機除咗需要擁有一般駕駛執照，仲必須通過專門嘅的士司機證書考試，並配有相應嘅的士牌照。呢啲牌照可以由個人擁有，或者司機向車行或車主租用。同其他地區唔同，香港嘅特點在於，港府自上世紀起就停止咗市區同新界的士牌照嘅發放，有需求嘅人只能夠喺自由市場上購買牌照。由於市場供應嘅嚴重不足，呢種交易已經催生咗香港最大嘅的士牌照交易市場。目前，的士牌照唔單止係一種營運許可，更加係一種投資品。好多車主會通過出租的士嚟獲得穩定嘅租金收益。甚至有車主將佢視為長期投資嘅資產。以前，香港市區的士牌照嘅價格曾經喺2015年一度飆升至700萬港元。對好多人嚟講，咁嘅高額交易無疑扭曲咗的士業嘅正常發展。而隨住市場嘅崩盤，目前市區的士牌照嘅價格已經降至285萬港元，10年間下跌咗近60%，令好多牌照持有者被迫承受咗巨大嘅虧損。除咗投資價值外，香港的士業目前面臨嘅問題仲有好多。一方面，司機同牌照持有者之間缺乏問責機制，即使司機表現不佳，牌照都唔會被吊銷。另一方面，的士牌照嘅市場已經被一啲大企業壟斷，令市場競爭更加激烈。喺2017年，每位市區的士牌照持有者手中擁有2張以上嘅牌照，而一啲大企業甚至擁有幾百張牌照。呢種情況唔單止加劇咗司機嘅營運壓力，仲令市場變得更加唔穩定。隨住的士牌照嘅價格暴跌，的士行業嘅結構開始發生變化。網約車嘅崛起成為其中嘅關鍵因素。2014年，Uber 進入香港，對傳統的士業造成咗極大嘅競爭壓力。另一方面，的士司機嘅平均年齡已經達到60歲，咁都意味住業界未來可能面臨人力短缺嘅問題。此外，隨住香港經濟環境嘅變化，好多傳統嘅投資渠道開始受到影響，令到的士牌照市場嘅價格大幅波動。香港的士嘅發展歷程都反映出香港經濟嘅變遷。自1923年香港第一間的士公司誕生以嚟，的士業經歷咗從政府定價到拍賣制度嘅演變。特別係進入咗60年代之後，港府改變咗發牌方式，開始通過招標拍賣的士牌照，咁都帶嚟咗牌照價格嘅飆升。隨住香港經濟嘅發展，特別係金融服務業嘅崛起，的士業曾經係香港嘅黃金行業。不過，隨住供需嘅變化，的士牌照價格而家已經開始受到多方面嘅新影響，就好似早前嘅白牌車開放事件令牌價下跌，同最近嘅的士車隊有可能會為的士業界帶嚟新氣象，有望令牌價回升等等。香港的士行業而家面臨住諸多挑戰，唔單止係牌照市場嘅投機行為，仲有網約車嘅競爭同老化嘅司機群體。不過，呢一切嘅發展仍然處於變動中，未來香港的士行業如何變革，仲需時間嚟觀察。鍾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